谁要是你祈祷是活到无效，你的信心几乎被毁掉，你的心既要丧失火已破碎，但流泪撒总比欢呼收割，流泪撒总比欢呼收割，因神人作宝座，你的心是破碎，因不听祈祷，但流泪撒总比欢呼收割。谁要是心绝望，天色是茫茫，你是否忍不住在祈祷？你是否知道主在宝座是恨，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早安。今天是4月30号，圣经共读的进度是诗篇126篇。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有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来到神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主啊，求主你现在来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帮助我们专注的来聆听你的话语，透过诗篇126篇的应许，使我们更有盼望，也求主你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将主你的话深深的牢记在心。愿你的话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生活上的力量，在我们反复思想的时候赐下随时的帮助。现在我们带着谦卑的心，预备来领受主你的启示，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我要来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26篇，我简单先来介绍一下这诗篇的背景。写作的年代约在主前538年之后，在波斯帝国的时期，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一批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后重建圣殿时期的作品。作者是不详的，但是在推测上是当时的祭司或者是利未人所写的。诗者的内容代表回归的百姓向神发出的祷告和感谢。写作的背景是南国犹大经历了70年的巴比伦囚困掳掠的生活后，因着波斯王古列的诏书得以重返故土，然后这些归回的百姓却要面对现实极其艰难的生活环境，也面临了土地荒芜、外敌的骚扰，还有经济匮乏的问题。整首诗反映了过去有神迹，现在有困境的特殊转折期。所以写作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以及所有处于困境、渴望复兴的以色列人民所写的。而写作的目的是在数算神过去的应许，要使百姓可以明白被掳之后必定会归回的伟大作为。另外也有激励当时疲惫流泪无助的百姓，宣告眼前的艰难只是在撒种的过程，希望百姓继续来依靠神，并且呼求上帝完成那尚未完成的复兴工作。这也包括了对未来的圣殿重建、城墙重建与复国的祈求。好，那现在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诗篇126篇1到6节。
第一节，上主带我们返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像做了一场梦。我们欢笑，我们快乐，歌唱。别的国家就议论说，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是的，上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我们多么快乐啊！第四节，上主啊，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像雨把水带回干固的河道。愿含泪撒种的人都欢呼收割，带着种子流泪出去的人，要抱着禾捆欢乐地回来。以上，这是一首上行之诗，诗篇从126篇开始，一直到134篇，总共有15首，都是属于上行之诗。上行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有上升或者是阶梯的意思。关于这个称呼的来源，学术界主流的解释是以朝圣者的路径方向来解释的。这是最普遍可以被接受的观点，因为在耶路撒冷，它处于海拔比较高的位置，在犹太山地的顶端，海拔约750公尺。无论朝圣者从以色列的哪一个方向前来，都必须要向上走，所以称它为上行之诗。以色列男丁每年3次会往耶路撒冷守节，有逾越节、五旬节跟住棚节。这些上行之诗都是朝圣者在登殿时候所吟唱的。近代的学术界也将上行之诗视为结构严谨的文学组合，总共15首的诗词分成5组的循环，每组由3首诗词构成。这3首诗的首篇代表困难与呼求，描述百姓面对压迫或干渴，向神所发出的哀求。第二天，它代表的是上帝的帮助，强调神是创造与建造者，建立信徒的依靠与信心。而最后一篇是上帝的祝福，宣告神在锡安与家庭中赐下平安，完成恩典的终局。而今天我们读的诗篇126篇，它是第3组的首篇，是代表困难与呼求。百姓从流泪撒种的现实跨越到127篇的上帝帮助建造，最后走向128篇全家蒙神的祝福。这种循环式的编排让朝圣者的旅程不仅是地理上的攀升，更是灵性从忧伤转向盼望的深化。好的，接下来我用过去、现在、未来3个时态来解释诗篇126篇。第一，对过去应许的感受，经文是第1节到第3节。第1节中说，像做了一场梦。这里所描述的是对于被掳70年归回的犹大百姓，对他们来说，不仅是政治的转机，也是上帝应许的实现，让百姓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仿佛好像做梦一样，真实到让人不敢相信。另外，上主带我们返回锡安，这个返回的意思有回转、修复跟复兴的意思。这代表了他们的归回完全不是百姓的功劳，而是上帝因着百姓的悔改，主动施恩的拯救。第2节这边说，别的国家就议论说，上主为他们成就了大事。这代表连欺压他们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当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的时候，这份见证是外显的，会让这些原本不相信的人，因着眼前所看到的，就不得不相信了。第3节说，
是的，上主为我们成就了大事，这是对外界议论有力的回应。这如同当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大能的膀臂让万国都惊叹一样，而这样的经历将为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快乐。第二，对现今困境的祈求，经文是第4节。这第4节是整首诗的转折点，百姓从非常的快乐转向了迫切的祈祷。经文中说，像鱼把水带回干固的河道，这是非常有力的地理隐喻。可本是说，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南地是在以色列南部干旱之地，平时河道是枯干的，只有雨季来临的时候才会降下大雨，这干固的河床才会瞬间涌流。这也是一个宣告与祈求，祈求上帝让曾经干渴、被管教、软弱的生命，因着神的恩雨再一次复流，因此让以色列百姓重新充满生命力。第三，对未来盼望的宣告，经文是第5节跟第6节。最后这2节是经文中最著名的属灵金句，含泪撒种代表回归后的重建与耕耘，这是一种带着盼望的信心，即便环境衰败，心中悔不当初，或者是感触良多，仍然坚持把上帝的应许的种子撒下去。而欢呼收割的禾捆，象征的是成熟的果实。上帝保证，凡是流泪付出的，必不会徒然，最终必能带着满满的成就与喜乐归回。这份欢呼不只停留在得救的那一刻，更在于经历全地的复兴与大丰收。诗篇126篇不只是过去的历史，更重要的，它也成为当时百姓以及现在的我们生活灵命上的帮助，让这诗篇不只用来吟唱，我想更重要的是让这个诗篇能够与我们的生活来连结，让我们可以使用这诗篇来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帮助。在实际的使用上，我用3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也一起来思想。第一，生活上，在犹太传统中，这首诗是在餐后感谢祷告的用途。每逢安息日的时候，或者是重要的庆典，全家人在饱餐饭后会一起合唱这首诗。这也提醒我们，口中的美食与眼前的平安并非理所当然，将饱足的喜乐与上帝的救赎连结，这让信仰不再只是圣殿里的活动，而是餐桌上日复一日的真实感恩。第二，在传承上，这首诗是上行之诗的核心。古代朝圣者在逾越节等重大节期，沿着山路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会集体吟唱这首诗歌。这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一场集体的生命回顾。百姓在敬拜中同心合意地回想神在历史中如何将被掳转化为美梦。它让个人的信心与整体的历史产生共鸣，更确信那位曾经让荒漠变成河道的上帝，今天依然在我们的中间。第三，在意象上，对于后来的犹太民族，特别是经历流散与复国的现代信徒，这首诗具有强烈的意象指导力。它重新定义了流泪的价值，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眼光，
即便在最艰困的时刻，只要我们手中仍带着种子，持续耕耘，上帝就会保证我们的未来必然欢呼收割。他给予受苦者一份对未来应许实现的绝对把握。愿这首诗也可以成为我们今日的帮助，在生活中数算恩典，在敬拜中建立信心，在异象中坚持耕耘。无论我们现在正面对什么样的撒种期，让我们确信那抱着禾捆回来的日子必会临到，也盼望我们可以经常来思想这首诗篇，使用它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透过这首诗篇再次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使人在荒漠中开江河，使流泪者欢呼收割的神。愿今天所领受的这份应许不只停留在字句上，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灵命中，在家庭里，在侍奉上也能够成为真实的见证。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带着这份宣告的信心回到各自的岗位，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确信你必掌权，你必成就那美善的事。愿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名。感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中必欢呼收割，因神人作宝座。你的心是破碎，因不听祈祷，但要来撒种必欢呼收割。祷告时你曾否心中有怀疑，这世界是否令你烦恼？当举目仰望主，他就在身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因神人作宝座。你的心是破碎，因不听祈祷，但流泪撒种必欢呼收